有線電視記者李金文報道。台灣一個麵包師傅早前公開前總統陳水扁保外就醫期間喺公園散步嘅片段之後，唔單止收到恐嚇，佢嘅麵包工場亦都俾衛生同稅局人員檢查，話工場嘅衛生有問題以及涉嫌逃稅。事主就質疑係政治迫害。羅曉君報道。鏡頭本來對準陳水扁，佢朋友上前阻止。陳水扁有工人扶住，但係中氣十足，揚言要告上法庭。你要告我嗎？告，我要告，我可以告。片段上個禮拜六喺高雄一個公園度影到，陳水扁自舊年1月因為健康問題獲准保外就醫，寓所就喺附近。而半個月之前，同一個地點，陳水扁亦都被影到追住短褲同埋拖鞋散步，身上冇尿袋，開戶冇隨行。呢啲片段同埋相全部都係由麵包師傅黃士福影到。佢喺公園擺檔賣麵包嘅時候，經常見到陳水扁散步，隨手一影，點知就成為咗輿論焦點。高雄市長陳菊話：佢行為侵犯咗陳水扁嘅私隱同埋尊嚴。黃士福嘅麵包工場舊年開業，一向相安無事，但係片段公開之後，高雄市衛生局同埋稅局星期一先後嚟到檢查，話工場衛生環境唔符合規定，亦都冇營業登記，涉嫌逃稅漏稅。當局解釋話收到舉報先至會連番上門，唔涉及針對。不過黃士福質疑係政治迫害。我到時候苦苦哀求跟他說對不起，我可以拍了你，對不對？還是我苦苦哀求民進黨說拜託你幫助我一忙。生計受影響之餘，恐嚇訊息亦都不斷。陳水扁那邊有人幫我要送我2個子彈。連日嚟擔驚受怕，黃士福公開請權貴放佢一條生路，俾小老百姓過平凡生活。有線電視記者羅曉君報導。戰爭遺留嘅炸彈同地雷散落喺不同國度，威脅人類嘅安全。有科學家就以納米技術，將能夠探測炸藥成分嘅納米粒子注入植物，只要喺不同嘅地方種植呢一啲植物，就能夠成為最綠化嘅探雷針。崔永儀講下。戰後已經幾十年，但係好多曾經受戰火洗禮嘅地方，好似老撾、台灣金門同埋香港，不時都發現被引爆嘅炸彈，有啲地方甚至有地雷。但係要探測同埋拆除呢啲致命武器。